袂好听国语，所以我无去认识到呢。我是英文册的人，所以食无使。故事人讲食无使，但是我的唐人话本是，actually 毋是唐人话，杂菜话。就爸爸福建，有当时番仔话，有当时福建话，所以伫倒落我若是讲话较错咯，我土路人原谅。我是一个老人，食干了老了要来学正唐人话，较艰苦了。关系大啲真难是做白讲是爸爸话。今日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安尼，我要问你人几条问题，问了看你人会答应我，了我才来讲淡薄福利。头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人，你人知无正视你人倒落来出事？最早举手去，无半人知。那么正视你大倒落来出事，唔知啊？唔知个了，我看。第二条问题我要问：即时来出事做人，后时你要去倒落，知无？甲人讲互我听。会晓的知讲我后时要去倒落举手去。无半人知，咱来想看，后面唔知，面前唔知，尼啲目睭啲坎啲行啲世间，是真正冒险。尼什么事啊？佛本身讲的一句话。人若是离开世间了，要来希望讲要来出世做人都对，是真正艰苦。这边我要讲给人听，佛的话唔捌错，先拍过的错，但是佛的话唔捌错，所以今日人要知。正时我倒落我不唔知，后时我要去倒落我唔知，这个是真正冒险，因为行，去，你人看目睭行这街路，你看有冒险无？我知达人希望讲啊，即时我死了。后时我天公话不必互我原在出世做人，天公会输甲咩？天公袂输甲的，你会输甲咩？你本无管人输甲，了一句的管，这个咱要爱知，唔通讲来讲去，来了讲来。要做好高日，做好稳，要离开世间，想透过来出世做人，靠较好来去出世天顶。这个就是佛家的路。到你若是有影爱安尼样，你就要知，大伫世间，咱大伫这边世间。咱要知虾米应该咱做，虾米咱不应该做，虾米做了，咱后时会出世天顶，还是出世做人上帝衰虾米做了，后时出世地狱禽兽恶鬼，还是妖精妖怪，这个是苦的所在。今日我要听，互你人知，虾米物件不应该做头先。但是我袂讲这条目标，我要讲互你人听。我知真正侪人安尼款的想，免去听经啦，免去来拜佛啦，免来去参加这个物件。
咱唔使去四山做就好，咱唔使去捞人、拍笑人、害人，搞结了，我无偷窃，我无去四山乱做，我搞结了。真正多人安尼想，但这边佛讲，这款的人，伊禁恶，恶的物伊咪做，特别恶的物伊咪做，伊无做好，那是禁恶无做好，这个人。死了无摊出世做人嘅，因为本来出世做人，伊就要巴黎话讲本领，伊就要功德，有了功德，马路伊摊来出世做人，因无了功德，伊批评上个安尼，伊讲一个人啊，伊无做这恶。伊禁恶，伊无做这恶，伊无捞人，无害人，无拍抢，无虾米。安尼款的人，伊讲上个批评上个大啲世间的人，伊讲，伊敢讲互人听，我社会我无欠人一类，社会有三号款的人，一号款的人啊。欠人一世界，这个人欠人一世界啊！伊住伫世间是真正苦，安怎咱来讲？伊来住伫世间真正苦，住伫厝本苦，住伫社会本苦，因为虾米事？咱来想看，外面伊欠人，伊去行到了一条街，人咪拄着伊，头路，你欠我一条街，你安怎你无来还？伊莫行这条街，伊行别条街，过别个人安怎有钱要摕回来，你无来还？伊去倒落，人要甲你拖累，所以倒落去行，艰苦歹命。伊住伫厝本无平安，因为虾米事啊？无囝爱欠用钱，伊个某讲，你红米了啊！地也无钱啊，米红米了。听个囝讲，阿爸，莫去学囡仔，阿爸我要买册，所以真正歹命，住伫厝本无清，住伫外面本无清。这号款是头一号款的人，这号款一批评甲上一个人，渐渐做恶。这个人啊，虾米本敢做，拍抢偷窃捞人。伊这号款的人，即时真正苦，后时本是苦。伊讲上甲这个人啊，地也无钱，无钱阁袂要紧啊，欠人一世界。所以真正大大的歹命，住伫厝本歹命，住伫这个社会本歹命，这个是头一号款的人。第二号款的人啊，伊讲啊，伊敢大话讲，我大外面我无欠人一类，我毋捌欠人的类。这个人若是敢讲这句话，我无欠人，无明白的人讲，哇，安尼是真正才气的人，真正好的人。特别照我讲，伊本是无清，因为虾米事？伊要出去行，这拖累无人无甲伊拖累，无半人甲伊拖累，因为伊无欠人。特别对来厝，伊个查某人讲，米红无米啊，你加互我50块啊！我要去巴蒂啊！我会孙教的呐！我要做一束的衫。因为虾米事？这个款的人，不大讲，伊无欠人，特别多吉多爽，无累。所以要拖累，无拖累，有时亲情误会拖累，白事红事一堆袂够，伊有清无？无清。
俺不知道批评就款的人上甲安尼讲，我无做恶，假如若无做恶，第一个无要听开伊，但是因为伊无做好，伊无趁出事做人，世间无接受伊，第一个无爱伊，伊要去倒落，伊去去半洞下，半洞下倒落要出事做恶鬼。五鬼啊，伊无像个地界嘅鬼，地界嘅鬼啊是塑胶 lock up， 特别若是讲这个五鬼啊，伊无着关，伊无 lock up， 了伊安怎做？伊四面走，去讨食，无通食。这个阿毛话常讲 stray dogs and cats。将啊，迄个狗甲猫无人诶，无主人，你人开后尾面啊，伊希望看你有物件可以食无？所以最好款诶人就是讲禁恶，特别无做好，这个是第二种诶人。第三种诶人，我希望你人对安尼款禁恶了爱做好。最好款诶人，若是有禁恶。了，以后搁做好100%死了上帝哈。Thank you, Win。我切目睭嘅买了，呢，咁樣買迄個。這款嘅人啊，那是死了上衰搁出事做人，伊做好真正濟，伊愛出事天頂。所以这个三有款的人，你人家己捡来想看，是倒落一种的人较好，这就是第三种的人。这第三种的人就是讲恶伊无做，好伊做。他那咱就要头一项要来知，要来摕知，虾米是叫做做恶？所以我若是知虾米物件做恶，我会使买做。这个做恶，你人。想去好好10项，若是这个10项，你人若是无做，我敢 guarantee， 了你人未去地狱，未落去苦的所在。了这个10项知了，搁要知，虾米物件是叫做做好啊？无在这这个要做好的时，无在这我马仔在刷咯。你人看，假如若是这个5项你做了。100%是天顶的人，所以今日我要拆来讲，头一项做恶是虾米？10项，但咱这个10项，3项是骹手做的物件，骹手做虾米？咱要知，骹手点点爱拿刀拿枪，伤人、害人，不是人众生。伊本只活物件是众生就是讲伊有一个上骨，甲有一个心。咱若是讲叫做国语讲命色，有了这个命色，了你去睇伊，你是做恶。你知无？佛讲，咱来生老病死，随时了个做出事了个做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越接到未当随了。咱乃是在不得讲啊，你在出事啊，几个万的阿青劫，大的大劫未当随了。三拜不得讲，你今日要拄着一个众生，真是毋是你阿爸、你阿嬷，还是你后生，还是你查某囝，未当拄着了。所以今日我讲你听，今日若是讲你看到一只蛇本好，哈密事你看到蛇，抓来，抓来，看要拍，哈密事你去拍伊，伊入来是要找你咩？伊毋是找你，伊入来找吃你麻干，你长一帮，
有甲达布鲁，还是有鸟鼠，所以伊来找食，伊毋是要来找 Mr. Tan， 我加入，我要加入，毋是安尼样。伊入来厝就是要来找食，特别人恶毒，看到就爱拍。按佛讲啊，安怎样捡起来上来是看到伊？你看我大啲巴，我啲大啲大巴诶，我诶厝囝你人去看，四卡机甲八卡机，上甲一个棺材呢，较大过棺材淡薄。安尼我大啲巴，你知无是我出来坐船，有一个叫做赤喷，喷机枪，阿妈话叫金哥布拉，对来。但是我看路人，若是看到走，还是无走也查拍。特别我按照做，我坐点点，笑甲伊，佛毋捌讲错话，我讲，有一时若是我阿爸，还是我阿嬷，还是我后生，还是我查某囝，今日你变做蛇，今日我变做人。我讲毋是平常的人，我穿家世，我是出家人，我就是拼爱来跳出这个生老病死，要愈渐渐地乱做，愈失败到今日愈来做蛇，咱想安尼，咱吉善伊，可看伊讲坎咩，你就做好，伊来个。差不多路卡机是这个桌顶的看，加淡薄尔，头下落去，目睭看落，伊个甲你念乜几哪下，咱一行走，所以你看，毋是讲这个蛇定足要教人诶，无明白的人讲啊，你若是无看，你看到蛇，你无拍伊。你做恶，这个唔对，不但无乜教安尼款，不但讲不实性，大项虾米物件咪实性？特别真正侪人讲，嘿，你无实性，特别这个和尚食肉，因为伊食肉人太多，伊叫做 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， 伊人读大学囡仔教，伊人讲啊。因为有人食，有人抬，所以迄个都市，我来食两只肉，本来那都市告诉我哪食，这只都本是因为说我哪会事就抬。特别若是伊人用安尼款的理由来，咱来想，我本甲你人讲，唔好食菜，因为若食菜人种菜，因为人种菜炸进骨落去，规程袂死。你个菜若是活，如果无药水，枯死。then 不要紧，迄个西北麻痹大只，你人下毒药，好你死啊，你唔通啊，本是实性，唔是讲无实性。特别武打假事无像，武打的假事我讲你听伊话，本身武打出来的话，大啲嘢吹出来的话。Mano pupang gama dhamma, mano setta mano maya, manasa che padthena, basatiwa karotiwa， 这个是讲起来是听起来，拢总是心，你的心那是好，你的行动口业思想拢总是好，你的心那是恶毒，你的行动本是恶毒。你会讲的话本是恶毒，你的思想本是恶毒，所以心真正要紧。所以头一项不得讲，唔通实性，唔通实性。他让我讲一条故事，短短互你人听。这个一条故事本唔是我想出来讲的，不得本身讲的。因为这条故事是安尼，不但看到一个王娘，这个叫做鬼玛丽加，咱鬼玛丽加伊伫看生的查甫人来听经了啊，这查甫人
直直，我咧王较无咩相信，要买来伊直直看成个达波人来听经，因达波人是经发现那啲。And then 有一日讲到一个王鸟的事，咱不大则讲，queen Malika 有一次真正久，伊是出世一个好野人的查甫人，像这个大波就做，这个他那做王是做一大波人，不一世，伊人本是常常进老人做王家，所以自己这个查甫人，伊就朋友来，这朋友来了，伊就看人家做，一个讲我查甫人讲，我这个特别的朋友来啊，煮较好菜啊，咱那查甫人就讲好，咱叫伊阿三去买肉来，印度本是上个故事，上个咱看下这边一礼拜无杀生，啱好自己一朋友来。无杀生，无肉通买，无肉通买啊，菜煮袂较特别，所以按照做伊叫伊总婆啊，叫伊鼓励去吹看有肉无，吹无啱伊有大啲后尾伊有饲鸟，一只鸟囝，安尼呢查某人家己也咧都剁咧鸟的头壳，了来煮牛奶，来请人客，咱来想看。伊是无做恶，特别牙咧包头剁落咧鸟囝对，不大讲，一个人过出世，伊头壳对，若接到，迄个鸟囝若接毛，若接到伊头壳对，这个王鸟啊，白日要来。伊大波人把这个要来成佛的，伊是菩萨来。这个queen Malika故事啊，伊大波人系这个大官，把这个要来成佛。这个查甫本跪落下愿，这个人也是做菩萨，啲受菩萨行的苦，我特是要来打苦甲伊，我要来做红者，我要做查甫人甲伊来打这个苦，伊直做。所以故事啊，开这只鸟的点声过了后，伊见出世见人头壳对，见头壳对。了有一日，这个王鸟家己会记的正事，不叫的点声，伊直出世做鸟。咱好一日你在吉林啊，若是讲啊做大日子，你看只每年你讲看，太鸟煮牛奶哦，就拢总来食。这queen Malika这王鸟，伊是出世做鸟，或者是，伊出世做鸟的点声，伊人摆伊伫一个树丛，摆伊伫树丛了，做老热啦，你个人在铃铃亮亮了，射来射去，咱点无点这只鸟，笑大声，你知咩？那人家来了，这只鸟会笑啊，像个人伫笑。咱来想看，伊是好物件，伊下这个愿要来打苦。咱佛教的点声，伊讲话，咱做这个鸟出来讲话，伊讲是我笑，虾米事我笑？我笑，我知讲，我有一世。人客，我抬一只鸟囝，了我是我头壳对，若接到迄个鸟的毛若接到我头壳对，了我今日笑是虾米事？我上个知呢，这道是未到我头壳对。现边嘅做啲下愿嘅人讲。伊到那时安尼，我买台路咯，我买了放西路咯，一只鸟会讲我买咯买，这个鸟安怎讲？朋友，你帮我本地，今日我头壳就要对，搁未八个日啦，今日我要对头壳。你看伊无惊，伊是系愿意好好诶物件。你讲，这人讲，我若是买毒路，就会毒咧头壳。所以人放这只鸟，
这棒子咧摇了，差不多慢一久啊。你讲但砰，啊莫我讲 lightning， 刹那扫啲一粒石头，按咧石头噗别，按别了一个这马肚大大地尖尖塞落去，咧摇的头壳，加拉落头壳，未走。这个就是讲因果未走，所以今日头一项禁恶，我爱老人，我爱你卖去做好事。老人要食鸡，他那 supermarket 真呀济，爱鸡腿也是鸡卡嘴，你去买啊！食，你唔通讲假你多大啲嘴啊？鸡啊，你做鸡无聊事啊！我睇咯，你去出事啊，草格人嘅家子啦，来啊，鸡，你对佢鸡讲我唔死啊，你唔死啊，做鸡做咩？鸡歹命，妈呀，我系做鸡个啊！你若是问鸡讲话，若是鸡讲话，你问啊，鸡要死嘅是鸡，你死落来做虾米？我系做鸡哦。你问人都死了做咩？我怪做人啊！你问你鸟鼠，你系啲你鸟鼠毒，鸟鼠，你头只我物件，今只我要你死，死了你要做咩？我怪出是鸟鼠，达人安尼样，按这个虾米属于点爱呢？安尼固执，安尼无明白，所以。今日老人渐渐睇，你要安怎会跳出这个苦海？未跳出这个苦海。今日你若是唔啊预备讲哦，好在斗卡手哦，好我去落世界啊！假如你达日多啲假啲吹啊，鸡哦，我睇咯啊，来哦，阿是讲啊，鸡啊，我破病啊，我冧啊。你地命唔要紧啦，我睇你包我好只长命啦，你地命唔要紧，哪有理由？你爱长命，你何人地命？你爱长命，你何人长命？你家己贪长命。有个人讲，我唔爱睇啦，老公讲做我食饱啊，我无睇诶，我用手呢，我带你夹，了你夹你。我带你偏康，老人出来看，还是老人买出来，老人用家己带你偏康哇，5分钟你出来看，我想袂动，我想你跳，你看地夹了，你未穿过了一死，你看出事来一个囝，落雨天呀，下句啊！虾米事我惊下句我大部人无下句，我无下句，我人正则无下句，安怎我一个惊下句？惊的因果啊，未走啊，你地人偏康未穿开，今日你来出事，你未穿开啊！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原因结果未走。这个因果啊是原因结果的路是叫做自然的路。天公本未做半项啊，唔使讲天公啊，台湾天王本未做半项。这个因果本该算老少啊，天公本算老少啊。天公若是做唔对，本就打这个因果。所以你人看头一项，你人就要对这坏的物件爱结善的人。若是有了见了这个吉善意，你人就是讲真正教的人，你人希望不日，你人达时出事，长会笑了真正快乐，哭较好。我爱你人若是会，有时这边佛教会若是做虾米老热，买淡薄活物件放生。特别放生，我要教你人唔通想讲，去到那个酒店讲，头家啊，明仔我买20只的鸟啊，咱一叫人去掠20只来，安尼咁样叫人，安尼去在你做恶，所以这个就是讲，
教佢咧尖聲，他整個嘅半尖鐘要放，叫人去啲咧酒店買來20隻，無講可以預備，花啲香檳買了放。有當時人看人掠有掠比，人哋去抬了，買了要去抬了，還是死卡抓，人老人那是會買甲伊放生救一個命。这个就是讲，老人八日，老人的命有冒险本好，有贵人来导廊老人。所以对这个这个相关的行动，就是讲唔通杀杀生头一项。若是无杀生，就是讲你这金恶了。第二项，这金恶的，就是唔通偷窃。真正侪人爱偷，有人讲我无偷窃啦，我爱用淡薄，我搭别人喊我5块买，再出事，一顿去吹一顿来食，里头真正暗，了有人真正咬着，偷窃本偷窃，报事本报事，伊讲报事了后过出事好野人，了是安怎讲偷窃了出事一顿对一顿来食。这等因果生日歪淡薄，按照样咱来想看，我若是偷窃了物件，老人会激心的，会激心。所以我何你激心，后过我打激心，特别我讲有报事，了照因果的册讲，若是报事后过出事好嘅人，所以你看有的好嘅人。好嘢是好嘢，一定會互伊真正苦，食本袂，困本袂。有的人好嘢是好嘢，真正清；有的人好嘢真正熱，真正歹命。所以這邊你看，安尼偷竊人打苦真正濟。了個無保事，一頓去吹一頓來食的。所以偷第二項就是叫講唔通偷竊。到若是无偷窃，一个人会要禁止咧第二个界无偷窃，伊逐个出事好贪食，所以这第二项了。第三项下手做诶，咱爱顾，卖邪淫，咱教完了，咱有某了，咱有囝了，了咱卖去冲击别人诶某囝，这个。卖冲击别人的目标有，这条界不得讲，饮酒本是大致这边带来，安尼有的人伊是gentleman，伊无乱冲击人的别人的某，但你食酒醉了啊，伊唔知了，所以这个第三项唔通说邪淫，甲唔通饮酒，按这个虾米事乱想看，咱每一个大波。我宝第一宝贝的物件是虾米物件？逐人若是讲伊心真正好诶，讲是我诶某。按你若是偷窃，是你偷窃伊第一宝诶物件。安尼偷窃了后，地狱另外有一个地狱，专门在这个叫做邪淫诶人爱去。这个客人的某囝，不得讲离开世间了，爱落地狱。地狱去了来做人，啊无教人的时，你看伊人去行的时啊，Darling ơi, yes my dear，老人牵手，哇，真正亲哦！特别教人了去了，我就说话了，可以他家己讲呢。按多明白的人讲。老人少年家死啥做？老人都无去拜拜字，伊消毒消好，好食毒。特别你查某我前捌看到一个查某消毒，特别是好食人的查某囝，安咱你教人就一个做神仙，这神仙是无类人也阿嘛袂落啥，了。这个查某看这个查甫真正乖，所以
行甲伊咯，你大部分都看阿毛老有脑筋啊，这教人落去了，你知无？查某较好约较有钱，只条的查甫人，所以这个落看，这个查某孝多，这查甫孝好，这边拄则好。所以你袂使死话讲，无拜拜字，无看日子，无他那人都落拜拜字，礼拜日好搞完了，故事无咯，爱看日子，爱下了，爱看正点出门，他那无了，去看世界拢总无是咱一个，不但讲这个靠倒落来，其他甲就甲没倒落来。未生红食的时真正亲，生红食了想放白遐甲放白手，所以这边就是不大讲，因为伊故事去冲击人的家庭，人大部人知，人无人卖认某，囝知囝卖认阿嬷，所以做人的家庭乱，囝一入了人的家门，伊个家本身爱乱，所以不大讲啊。这个声音的苦就是安尼，了故事真正济，路人若要听，福建一个我讲我听正知道，这个是这个李高济先了，未来伊性格恶了，伊看到伊家己的命。这条故事，本有伫世间的点声一个查某命，伊死哪死？这个伊死哪死是一个。米人爱高高一粒的查某囝，无后生高高一粒的查某囝，伊个家伙是水百万，你知啊？水够累人来讨了本是好家人，交人落去，大个3个月甲迄查甫人，过了查甫人3个月咧，查甫人讲互伊阿嬷听，阿嬷。我买钱我无，嘿，哈咪说，你啷个咯？无教咯，去知我查某人是真正好，但是我唔知，我看到伊我认，我看到我认，我无输教。然后，囝，你查某人无做唔对了，有咧变做关叫伊转，伊个是米咧咧，查某囝变做关伊转。好啦，你爱你心不你大啦，我要出啦。你骂。大家骂小囝，才讲互新妇听，新妇诶，我囝就无点讲安尼话，这个查某真正好，阿娘，伊若是卖我对，所以对了无偌久，天天2个月1个月，过一个人来教人来讨，米人咧查某囝个一粒人讨。这个更较惨啊！大1个月了，有个人讲，我唔爱这个查某。对来个，第3道也爸讲，我就家伙安尼做，哈咪事我渐渐要找一个好家人教我查某囝，我他那找一个乞食啊，伊找一个少年的乞食啊，尖头要有礼貌。伊看到这去食阿囝，佫是真正好，佫真正庄严。来讲互这个囡仔听，你来做我囝婿，但是我死这个家伙是你的。这个去食就听到讲 OK， 哎呦，大人爱我，就你人们爱哦，OK 了不要紧啦，大1个月了，伊讲我去食3块饭，我都对，我要走。3个了走，这个查某你知无啊？伊个家世啊，娘是好家人啊，伊个家世真正好啊。伊生落汉了时，伊念出伊诗啊。我做人的心不捌道理，我晚困早起，我起来洗头抹粉点胭脂，落灶骹洗碗肚。入房间也占子，学老兄学老弟，学老亲家亲唔真正好家事。安尼乖的新妇本无人爱，
咱交个3个查甫买了，有一日一个尼姑来讨食，也一个捌你看在哎个淡薄你看，有时拜你去看我行伫路伫讨食个人，伊看到这个尼姑伊讨食，伊叫这个尼姑入来，咱伊互这尼姑食，食了后，这尼姑讲经互伊听，这讲经伊听了感动着伊个心了，这感动着伊心，伊讲给阿爸听，阿爸。你看我的命，我无做恶，特别虾米事，一个查甫卖，2个查甫卖，3个查甫卖，我无做半项唔对，无听到是我的命是尼姑命，互我出家做尼姑。头头伊阿爸卖，讲我结婚安怎做啊？买来看伊囝安尼伫受苦，伊讲好啦，去做。2礼拜呢，伊生4个罗汉，生咗4个罗汉啊！伊会看到伊正事，伊就看到这正事呢，伊才念一个诗出来，安尼样。哦，原来是我今日虾米事，一个卖，2个卖，3个卖，伊看到，咱伊才讲出伊这条诗。有这诗，我是一个好野人，拍金的人，拍金的后生。我阿爸开店，查某来拍金。我渐渐目镜到了这查某较水，了人的某不老，我本不要紧，高高甜，我去下阴冲敌人的某囝，拍了金去了，查某要来摕，我这里300块，我送你啦。查某渐无渐送你物件是虾米啊？就买来去下阴冲敌，你讲过了后，我出事。头一个月出事啊咩？落地狱了不要紧，来出事做人的时，伊来出事做一只羊，羊是羊羹啊，特别羊羹人摕来腌啊，腌了砍车。你看印度啊，伊人的羊真正大只，会砍那个细细顶的车，人去万山摘花摘菜，这羊砍车。这时做羊了，过无了，过来出事做一只牛，过是牛羹，了古早啊，过要摕来腌。你看查甫慢慢的变查某，咱来腌，古时的腌过无好科学啊，无science路啊，无讲 operation 刮摕出来啊，牙齿腿切光白光光，你脑力会破。有人再看，头毛不来跳，这个就是伊讲啊，我的苦无人知啊。第3道一出事，我讲无；第4道一变查某，第5道伊有做好，伊来出事好家人的一个查某囝，所以今日讲。原来我看到无人爱我，看到你看，我紧入人的门，我加乱无爱，为故事我去冲击人的某，咱你看，你人来打波去冲击人的某，是叫做邪淫，后归爱出事。伊无是会变打波了，伊变出事，人爱验了买来出事做查某。了查某呢？查某就查某了，出事话个查某不要紧啊。特别有2号款的查某，1号款的查某是渐渐喜欢，我爱做查某，我爱做查某。像你看这个大妈，咧马里加王娘，过一个咱的是达到太子的某。也说下啦，伊本是系员讲，但是我要出事做查某，查某那是乱做，意思查某按照出事做查某，伊出事做查某，落地狱了来出事做人的是按照做，伊打一个投胎的家，你咱捌看有的查某啊，年头一个囝，年尾一个囝，9年5年18个囝，要去帮晒本无当听。入房的房门，2、3个阿妈，看食饭不咯？不甲半暝门未得啦。这个就是对地打落来，打这款的家，
所以这个第三项就是讲啊，卡手唔通做诶，不下音。所以我讲过才知道，杀生唔通杀生，我安尼就咪做事。第二项，对这个人诶物件咪偷摕，咱达过，咱出事袂安尼讲贪食贪苦。第三项咪下音。人若是无声音，即时因若是教员，伊家庭真正和和合合。你看有诶查甫人，你看伊某无水，但是你看伊正西洋诶某，伊某毋正西洋音。这拢种伊是真心做来，伊无乱做，所以这个叫做上古做诶行动，这个三项，这个叫做禁恶，啊未做好个，你人毋通想安尼就了了，啊未。吹要过4项，头一项唔通渐渐骗话。你知无？真正侪人骗关系，伊讲无骗话袂过日啊。伊这物件，你人要看伊因果看来伫倒落。你人看有当时亲情5月，也是朋友真正好诶朋友，点仔仔看着你，但无看。啥物事啊？马仔过一日你看着伊，个第无看，第三日看着你煞如灵路。我都无解咬咯。安怎伊咁无点伊煞咪睬我？有人落火了。好好诶亲情，好好诶朋友，变做玩笑人。跌倒落来，原因就是讲伊真是这边乱讲，那边乱讲。骗话，所以伊爱落来这个因果是安尼样。所以第二项，唔通渐渐听这边学那边，听那边学这边，无话整个咱讲西抓龙处，真正有诶人安尼才真来咯，伊听了要学。听了那边要学这边，了人教落，你看我教我，内好朋友我做甲内夹滚嘅，爱落地嘅，了起了来出事做人是真正苦，孤老苦骨，无人爱甲伊做好朋友，因为伊有了这款的因果，甲大人。若是要叫我讲故事，我真正济佛经的内面，我讲出的故事真正济，落地个了来出世做人，但真正济苦。第三项，起生地唔通开喙。你知无？人若是无起生地时啊，阿妈哎，起生地时啊，臭阿妈较早死较早好，拄到禽兽。伊唔系嘛，拄到禽兽，但你基本是拄到禽兽。一个啊，武大讲啊，上甲你牙头配烂，你人牙头去伫天顶配烂，人出来看好无？呸！安怎做？你烂跌落去，喷着家己。所以你看，人若是起生地，伊唔是人啦，伊是小人。天本唔知，地本唔知。所以我讲一条短短的故事，乱听。这个故事真正，甲了啲佛经的，我唔是想出来的，佛经摕出来。有一日，一个和尚，伊安破空，了伊一个好朋友是拍金的人，逐个甲这拍金的人讲头家啊，我安完呢，来斗骹手呗。我一日咧回小去的厝的，去迄个拍金的厝啊，暗伊家也无牙咯。你就讲啊，唔叫点声，拢当面啊，拢当面去到电视啊个。头家，我按一空破咧斗骹手呗。你在牙落了生地叫我讲小人啊，伊安怎讲啊？抓了虎去丢落海啦。伊个某真正好，伊个某讲，My dear， 你认我，你骂我，你拍我接受。哈咪事虎无甲你玩笑，你去抓，就讲抓虎去丢落海。
咱一按啊一跪落去忏悔，你看，这条故事不大讲哦，不是我想出来啊。一个人一跪落忏悔了，个不要紧啊。7日啊，一煮了去的暗，包死互回上食。这个7日的包死了后个不要紧啊。伊送罗盆的金花，像咱叫金花红条，特别伊人送的金花，不是像咱去十岁店买的咯，伊拍金拍正的金叶的，伊来送罗盆的金花。过了这个拍金的人死，出事一件出事，见沉落海。因为伊命活，伊逐个7世投胎是歹查某的腹肚。古时印度歹查某，若是讲，逐个歹查某咪讲，我生你家囝，查甫顶掉，查某爱，查某会使接伊生意落去。所以7世以来出世，投胎的腹肚唔正人的腹肚。人沉落海，特别因为伊有保死7日，个送咧金花，达是叫沉落海，达是人捡的人是大富翁，啱个无囝，退来呢就要来做囝，要来敌人的家伙，所以这边有人看，欠菜以后保死，欠菜以后忏悔，伊若是无是落地狱。沉落大海落个 ocean 落个下面惨了，无听到咧沙虎跳起来食，还是咬死，特别因为就倒下手伊，因果倒下手伊，所以这边乱看。这个物件人要听，看老我讲过一条，本是也是佛的点声。较早一个查某，这条摊仔我要讲的是一个尼姑，伊坐下了，伊看到伊正事，有一时本是安尼样，会上来讨食，and then 伊个叫做伊个西姑看到这个会上呢，就摕这个会上的肉去伫灶骹割饭，牛奶。要互这回上食，伊阿嫂是想做家己厝内是做头，伊看伊细个做安尼物件，伊用手敲这个回上的肉，不应该倒落伫井边了，压咧头毛沉落去，包虾米事压这个头毛去食。伊是起风甲个细个，伊毋是起风甲回上。特别你看，伊摕咧回上物件来顶掉，了落咧头毛下落去。and then 伊细个讲，阿嫂，你甲我教咯，这个回上无做半行，你来tìm迄角一肥了来去下头毛，有法度无你想看。and 这边一本随跪落忏悔，万地。笑我无罪，生地起了我像个小人，我吐舌无罪。咱一摕咧头毛掂迄角了，洗清气，咱伊个去割饭，个好3倍，好3倍，好这回上，转去了不要紧。这个查某死了，因为伊保死，这个查某是好的保死，是好的人，特别因为。伊生地起，伊像小人，你安怎做？到个伊来，过一来出事的时，本是好家人的查某囝，人来讨亲，教完了入去个查甫人的厝，这查甫人地皮讲，安怎臭土霉味啊？你知无啊？有时你人住伫江边这边讲，我就是刷个了。你人住有所在土霉个了，沾土霉味，臭土霉味，味来味去，哎呀，这个是鸟入来那土霉味啊，臭嘛！
無結綁，安達一對。安伊切刀啊！安尼伊好嘅人切刀伊教人，切刀佢自己未成硬只，入人嘅厝頭尾邊，入人嘅厝頭尾邊，攏總嘅了安達對。安未來伊安怎做？未來伊自己伊知，即個是對超因果，我正是唔知做啥物，所以伊自己人伊好嘅人，賣了嘅金器，了伊包伊起一個暗，起一個暗了後，伊吐甲一個伊跪落。我若是故事做啥物唔對，即個功德，可以別去。今日我來開安尼這類。即個功德，都攏倒下手，互我跳出一個業。後底波斯一個暗了後，伊頭一個大波人，點無點想着伊？故事做查某我教完了，入來咱就厝臭頭門去倒落，了又落仔講有啊有啲啊，我也未教完個啊，所以叫伊轉來。特別叫佢轉來，這查某講啊，我係金器個了無了，我波死去了。這個查某叫伊轉來講，我賣個金器，你來就好。伊這個一入來，打到厝呢，蓮花嘅花會噴出來了。所以伊用這個就是阿摩話講，伊用 skillful means，伊想這個路來波死了來討講這個好嘅功德。來消滅我這個苦，所以你看，攏總對這條路，人就去聖地，伊是小人，所以來去聖地唔通講話吞論。這個聖地交給你咩？未，一定就跪了點聲一女，所以四項處嘢唔通騙話，唔通西抓龍處，唔通去聖地亂嚟咩？第四項唔通點講人閒話。你知真正濟人，這個講閒話真正來咯咋？大人掛着呢，好你養臭人啦，好你無好人，好你無好人，好你無好人，這個見大人無好，三家呢啲見家己無好，伊唔敢講。臭人無好人，無好人，三家啲見家己伊唔敢講嘅，佢知家己臭，所以愛講人就是講喎，所以這個不大講 frivolous talk。唔通，這就是四項處嘢。但係我講，下手做嘅是三項，處嘢四項，攞來心嘅三項，那就我啉淡薄水，馬仔個刷落啊，人聽好好，睇下心嘅三項，睇下是9點我目睭，我把你去刮目睭幾日啊，所以我目睭較無看無。我話人較無好事，所以我講話啲大陸無好事，所以原諒啊。心嘅三項唔通貪心，我逐句講互我朋友，貪心人掠來做點心。你人唔通想講小塊嘅物件，我講你聽正嘅故事。你人少年家啊，成查某囡仔，你人別日無定做。一日你人去吉人鋪趁着工了去做工，and then 你人去到吉人鋪去做工嘅點聲，無定着你去大一兩禮拜轉來去大一兩禮拜，又無點一定摩托車來大頂，一個洋面來，手銀3個5分之一斤。Then are you Miss Tan? Yes, but you see. 安怎來辦咯？我巴肚嘅人，我知，佢在伊爬了，伊唔捌路嘅，伊無大巴肚嘅，伊甲你講我大巴肚嘅，我蝦米？了你載個人鋪咯？我唔知啊，我把你再來我載你去，我載你去啊！and then 這查某若是講啊，貪心人掠來做點心，你講蝦米啊？I say 我無對，我無去找大尾虎，大尾虎來找我。貪了咩啊？來我坐你去正，我坐你一邊，坐你正，坐你一邊，買來愛情教人落去啊！是講咩？有輸了嘅事，冇你才知。摩托車是少嘅，
伊个3个5路去开看，南来的2-3支呢，伊无规定。俺佛教的是，你做牛做马饲一个大步。啊，即我爱讲，目睭无金人掠来做点心，这是一项啊，真正几项你要叫我讲，是讲啊点声教了，我无啥物会，所以唔通贪心，无人掠来做点心。这个嗰一项我要讲淡薄啊，你知无？你愈贪心愈好老。你若无贪心，无人爱捞你。我讲你听正一个故事就噶。有一日在12月，占无占一个人家100抓人500块。嘿，朋友啊，也去开500块。哇，啱12月，我个欠无钱，占无占一切500块来。你去开啦？哎，还没输。单那位怎么样？占啥搞咧？阿妹啊，好。所以你知无？你讲还没输，安怎占无占？你互我500块，我唔敢用咯，睇用了你甲我拖到短啊，我就不得。我送你的啦，唔使拖到短的啦。还没输你占无占？你送我，了伊甲伊讲，假抓字啊！好，有一看见500块假抓字，伊去 supermarket 买一包红鸡，来看咧人看来看去，佢知伊互你正的抓字，特别你开的时候，哇正，特别看哎，一张会用，第2张伊去算水汤，会用，第3张会用，500块用了，佢知伊互你正抓字。过了2礼拜，伊